這是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希伯來文嘅大大不悅，直譯為以此為惡、大惡，形容約拿當時嘅情緒反應。呢個係聖經另外嘅地方冇出現過嘅字。約拿冇辦法忍受神不懲罰尼尼微，反而仲饒恕佢哋。換一句說話講，喺約拿睇嚟，犯罪受罰比憐憫人更為重要。筆者仲記得多年前一位主日學老師責罵喺脫衣舞俱樂部工作嘅女孩子，佢需要面對神嘅審判，呢個係道德敗壞，必須制止，教會不能容許罪入嚟。筆者心裏諗，教會竟然唔歡迎罪人，真係叫人哭笑不得。我哋係咪都係如此嚴厲嘅指責別人？求主教導我哋要有憐憫嘅心腸。點解耶穌要我哋倒水俾口渴嘅人飲，供食物俾飢餓嘅人食，拎衫俾赤裸嘅人着呢？因為只有透過具體嘅憐憫行動，先至使我哋與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更加親密。我哋可以寫張支票或者係碌卡奉獻，但係神唔只要我哋咁樣，佢仲要我哋以實際嘅行動去服務別人。你若想要明白主嘅眼淚，就必須走入不幸嘅人群之中。他讓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安靜的溪水邊。詩篇23篇2節。安靜的英文翻譯成 still， 即係靜止嘅水。雖然安靜的有靜止嘅意思，但係只不過係其中一項含義。佢嘅全部意思係休息、躺下、安靜嘅意思。點解係休息而唔係靜止呢？因為休息仲包含快樂、安分、和平同和諧嘅意味。換一句說話講，係喺表達一個冇爭鬥、擔心同不信任嘅狀態。所以安靜的亦都可以用喺安息。生活係風暴，安息日係休息；生活係混亂，安息日係和諧；生活係爭戰，安息日係和平。每當我哋進入神聖嘅安息，體會神嘅同在，就會發現自己非常滿足，安穩地留喺避難所裏面，且有好牧人嘅引導。或者我哋啱啱遭受打擊，正在承受壓力，一系列嘅難題處理唔晒。呢個時候，我哋需要嘅係安歇喺安靜嘅溪水邊。如果敬拜只係更多噪音、活動同埋義務，你需要神嘅安息。如果你正在處喺蠟燭兩頭燒嘅困境，神嘅安息可以成為緩解劑。讓我提醒你啦，越唔知道神嘅安息，衰退嘅速度就越快。快啲到安息之地啦！